花莲的四控三大地震已经满1年啊，这花莲观光油管是救不起来。这观光署嘛统计讲，到今年的2月，这花莲县就已经有31间的旅社甲饭店业者关门，也是转手经营。那以今年的这清明假期来讲，订房的状况也比去年、往年佮减少3成左右。大大细细的石头一直为顶悬落落来，土粉嘛规个硬硬飞。后一秒，就连汽车的挡风玻璃嘛当场破起。花莲4月初3的大地震，到达已经满1年。不过想到苏当时的情形，在地人也是感觉心惊惊。啊，完了，哇，那个中横完了，石化完了，比平常的石头崩落的太多。那时候真的是咬我很久，是好像喝酒醉了，我想甩过去，而且结果被他甩到椅子那边去。断电、断讯、断路、断水，全部不通。04、03那天多恐怖啊！那个山上全部是灰尘。几下个部落的族人，也有3月村的员工出来讲，受到地震发生的过程，也有地震了后这1年来所有参与救人、救灾、甲修复等等，这工作人员因的心情。尤其这个期间真正发生地震后，连续落大水雨，也有几下个风台安尼夹，嘛互修复的过程变得真困难。地震完之后的余震，然后余震完之后的连续几个台风，我们去体验到的是与自然共处的时候。好像不是一股脑的去建设或是去修复，它就真正能被修复。中间之路是真无简单，大地震嘛严重损断花莲的观光。根据交通部观光署到今年2月份的统计，甲去年同期来比，花莲县已经有31间旅宿业停业或者是拍予人。从去年到现在，目前来说，我们认为大概还是有5成左右的衰退哦。大家就是业主。忍痛当断则断，因为可能我多开1天就多亏1天，所以才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。业者讲，自由行甲旅行团的人客拢减少，以今年清明连假订房的情形来看，嘛比永过同期减3成左右。土地静养休困，重建工程的工作要持续的进行。受灾户的租金补贴也已经核定1190户，我们核拨的金额超过1亿余元。目前自有房屋最长可以领将近2年的补贴。我们为了提升花莲灾后房屋耐震的能力，中央已经核定50栋落成补强的案件，并且将补助上限提高至1500万。针对社区中间的部分，内政部表示，天王星大楼甲统水大楼是采自主导建的方式来办理，另外后1间花大楼是由中央介入协助，也有办理代替的工程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